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观看。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，感恩3件事情咯。现在呢，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双手往前举，慢慢的往上平举。再来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慢慢的把自己的手放下来，去观察呢自己的手有没有发烫的，甚至呢有手麻的朋友，我们多做几次这样的运动哦。再来呢，跟着我的声音，跟我一起引导的方式呢，一起来做哦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自己的双手弯曲向上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弯曲完之后向上，手心朝上哦。再来呢，往外摊手，2只手一起哦。这个呢是在拉背运动，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